你民女圆珠，洞庭人士，拜见大王。抬起头来。长得果然不错。你老实的告诉寡人，你闻到了寡人身上什么气味没有？寡人身上的气味。你说没有，那你为何憋着气，连话都不敢讲？下去。你小女郑秀，拜见大王。告诉寡人，你闻到了什么气味没有？是的，小女子真真切切地闻到一股气味。闻到了什么气味？一种特殊的气味。特殊？一种大王身上独有的气宇轩昂、动人心魄的气味，一种让天下男人都爱然失色的气味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！来，寡人身边来。是大王。听你刚才那般讲，你是喜欢这个气味了？闻到这股气味，小女子情不能已。你当真喜欢吗？今日寡人见了那么多个，只有你最合寡人的心意。寡人赐你杯酒喝。谢大王。来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姐姐，月儿，月儿找什么呢？记得葵姑上次把一个陶罐放在哪儿了？月儿想用它插花。哟，我们月儿什么时候也爱上花花草草了呀？葵姑，你看它多好看呢！好看，跟我们月儿啊一般好看。月儿才不要什么好看，我们月儿打扮打扮，比花儿还好看，是不是蓉儿？是啊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姐姐是淑女，黄歇哥哥是君子。你再敢胡说！女孩子家有人喜欢是好事儿。我们月儿手又巧，心又好，长得又漂亮。葵姑，这是给小冉做的衣裳吗？是啊，已经做好了，姑姑明日就给她送过去。诶，你在念什么呢？我在念《诗经》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。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；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湄。子歇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刚来。
儿是好看。我好不好看与你有何干系？呆子，还不快来帮忙？哦。这后日就是寒食节了，听说大王和魏后要来给先王扫墓。是啊，宫里头已经把该用的东西都送过来了。那日公子和公主们都要跟过来，人多眼杂，你们最好小心点儿。多谢智姑姑提醒。智姑姑，哎，又来采草药了。是啊，哎，姑姑，前段时间我采了不少金钱草和夏枯草，都晒着呢。姑姑要不要带走啊？改日再拿吧。这山上啊，长着什么草，有什么药，月公主比我都清楚。黄公子也在呢。哎，姑姑，天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吃完饭再走吧。不吃了。那我送你。好，姑姑慢走。姑姑慢走。好香啊！嘿，嘿，笑什么？干嘛呀？你别动。干嘛呀？头上有根草，我帮你拿下来。看，没骗你吧？天都晚了，你怎么还不回去啊？姑姑说了，留我吃晚膳，今日有余。你就那么馋啊？人家黄公子大老远的来给蓉儿授课，该留人家吃饭。姑姑，就那么一条鱼，让他吃了，蓉儿吃什么？我愿意把鱼让给子谢哥哥吃。听见没有？那你就别吃了。蓉儿，吃鱼。蓉儿，你吃。吃鱼。姑姑不爱吃鱼。我也不爱吃鱼，月儿吃吧。来，小心刺啊！你们都不爱吃鱼，那以后我捕鱼自己吃。我爱吃鱼，那就赶紧吃吧。姑姑吃。